炸鍋 TVB 視帝黃宗澤塌房，唔係佢傾注13年心血嘅豪巴 Oyster Mine 先傳結業，引發全網唏噓。轉頭就被老闆親自打臉，一場員工烏龍，將網友騙得團團轉。45歲嘅黃宗澤，熒幕上係演技封神嘅視帝，熒幕下卻係為餐廳操碎心，被員工坑、被差評纏身嘅冤種老闆。而呢間由九龍城火到尖沙咀嘅明星豪巴，早已喺風雨中掙扎多年。依託穩定嘅客流同良好嘅市場口碑， Oyster Mine 喺2018年迎來咗重要嘅發展轉折。黃宗澤決定擴充業務，將餐廳由九龍城遷至尖沙咀中港城。更大嘅門店面積、更完善嘅配套設施，唔單止承載住佢對呢份餐飲事業嘅更高期待，亦為餐廳嘅進一步發展奠定咗基礎。遷址後嘅豪巴依然延續住之前嘅高人氣，明星捧場客絡繹不絕。加之周邊便利嘅交通同濃厚嘅商業氣氛，餐廳生意一度步入鼎盛時期，成為尖沙咀餐飲界一道亮眼嘅特色風景。然而呢份順遂並未持續太久，一場突如其來嘅疫情俾整個餐飲業帶嚟咗毀滅性打擊。黃宗澤嘅 Oyster Mine 亦未能幸免。疫情期間，香港餐飲業遭遇前所未有嘅寒冬，堂食受限，客流銳減，唔少餐廳紛紛通過裁員、減薪甚至結業嘅方式止損。而黃宗澤喺面對餐廳每月虧損過百萬、累計損失保守估計超過7位數字嘅困境時，卻做出咗一個令全網稱讚嘅決定，堅決唔裁員、唔減薪，寧願自掏腰包填補虧損，亦要同全體員工共度難關。呢份有情有義嘅堅守，令佢被網友封為好老闆典範，亦令更多人睇到咗呢位視帝喺熒幕之外嘅責任同溫情。喺黃宗澤嘅堅守同全體員工嘅共同努力下， Oyster Mine 艱難熬過咗疫情最艱難嘅時期。本以為熬過寒冬就可以迎來春暖花開，可餐飲業嘅復甦之路遠比想象中坎坷。疫情過後，市場環境發生巨大變化，消費者嘅消費習慣有所轉變，加之餐飲行業競爭日益激烈， Oyster Mine 嘅經營壓力並未減輕，反而陷入咗新嘅困境。為咗挽回疫情3年嘅損失，黃宗澤唔惜投入重金對餐廳進行全面翻修，重新規劃佈局，升級菜品，甚至高調表態要追回3年虧損，定咗年收1000萬嘅目標。呢份決心同投入，足以見得佢對呢間豪巴嘅重視同熱愛。事實上，黃宗澤對餐飲行業嘅熱愛，早已深深植根於佢嘅成長經歷中。據悉，佢投身飲食業，深受經營大排檔嘅契媽影響。中學時期，佢就成日去契媽嘅大排檔幫手，睇住契媽用心經營、熱情服務客人嘅樣子，喺心底埋咗對餐飲行業嘅嚮往。18歲時，佢甚至曾經夢想成為一名廚師，仲主動去契媽嘅大排檔廚房幫手，唔求報酬，只係為咗學習做菜技巧。只係後來偶然被星探發掘，踏入演藝圈，先暫時放低咗呢個夢想。亦正因為呢份深埋心底嘅熱愛，就算後來成為當紅視帝，工作繁忙，佢都始終冇放棄自己嘅餐飲事業，反而親力親為，用心打理住 Oyster Mine 嘅大小事務。雖然坐擁明星客源嘅天然優勢，黃宗澤卻始終清醒地明白，服務同出品先係餐廳嘅立身之本。佢從來唔依賴自身嘅明星光環吸引客流，反而頻繁親自參與菜單更新，結合季節變化同消費者喜好，推出各類特色菜品，力求令每一位客人都可以感受到餐廳嘅用心。為咗吸引更多客流，提升餐廳競爭力，佢仲精心設計咗多項優惠活動。早前推出嘅週年套餐、外賣7折活動都收穫咗唔錯嘅市場反應。除此之外，佢仲嘗試多元化經營，安排駐場音樂人現場表演，為客人營造更具氣氛感嘅用餐體驗，試圖透過多種方式盤活餐廳生意。就算付出咗咁多心血， Oyster Mine 嘅經營依然步履維艱，近年更係屢遭食客差評，口碑出現明顯起伏。有顧客喺內地社交平台發布千字長文，以黃宗澤新餐廳踩雷為題，詳細列舉咗餐廳嘅3大問題：經理態度惡劣、菜品唔夠熱，存在漏上菜品嘅情況，字裏行間滿係失望。
呢篇貼紙發佈後，亦引發咗唔少網友嘅熱議。除此之外，仲有網民喺社交平台發文吐槽，稱餐廳嘅生蠔口感普通，沙律唔夠新鮮，店員推介嘅蟹餅炸得乾硬發黑，毫無蟹味，甚至直言淡嘅水平喺廣州撐唔過3個月，更要求黃宗澤出面道歉。面對呢啲差評，網友呈現出兩極分化嘅態度，有人附和吐槽，認為明星餐廳名唔副實，亦有人為黃宗澤辯解，覺得部分食客過於苛刻。更有網友翻出佢疫情期間唔裁員、唔減薪嘅往事，力挺佢係有情有義嘅好老闆。連日嚟 Oystermine 嘅經營困境，亦令黃宗澤變得越發忙碌。日前有網民喺餐廳偶遇黃宗澤，發現佢親自返到餐廳打點各項事務，由食材採購到服務細節，都親力親為，絲毫冇明星嘅架子。面對客人提出嘅合照請求，佢亦毫無拒絕，一一配合，態度十分親和。隨後有參與合照嘅網民喺社交平台晒出相，仲特意附上1年前同黃宗澤喺餐廳嘅合照進行對比，直言黃宗澤呢1年滄桑咗唔少，感慨到佢1年真係老咗好多。從相片中唔難睇到，如今嘅黃宗澤眼角多咗幾分疲憊，黑眼圈亦十分明顯，顯然係為咗餐廳嘅生意耗盡咗心血。呢份用心同堅持，亦令唔少網友感到心痛。就喺大家紛紛為黃宗澤嘅堅持感到惋惜，猜測 Oystermine 或許真係難以支撐下去嘅時候，3月16日 Oystermine 嘅官方專頁突然發佈咗一條疑似結業嘅消息，瞬間引發全網熱議。文案中寫道：如果唔係大家一直嘅支持， Oystermine 真係好難喺時代嘅洪流中邁步向前。當經歷咗時間嘅洗禮、潮流大勢嘅衝擊，我哋亦只能跟住大環境去轉變，迎接呢一步嘅來臨。江湖事，江湖辣，4月1日之後，相信大家都會體諒。江湖再見。文案仲配上咗一張充滿告別感嘅黑白相，語氣傷感，字裏行間都透住結業嘅意思。消息一出，迅速喺全網發酵，港媒紛紛跟進報導。網友亦紛紛留言感慨，有人惋惜又一間明星餐廳撐唔住啦，有人心疼黃宗澤13年嘅心血付諸東流，仲有人回憶起自己喺 Oystermine 用餐嘅經歷，滿係唔捨得。加之此前黃宗澤現身餐廳打點，神情滄桑嘅畫面，更令大家堅定咗 Oystermine 即將結業嘅猜測。一時間，全網都被呢份傷感嘅氣氛所籠罩。就喺呢場結業風波越演越烈之際，黃宗澤本人當晚就現身餐廳官方貼文嘅評論區，用佢一貫幽默風趣嘅語氣親自澄清，一場全網唏噓嘅結業事件，瞬間變成咗一場令人哭笑不得嘅烏龍。佢喺評論中笑罵道：你班衰仔，餐廳由4月1日開始內部裝修7日，你哋肯定係被7日假期沖昏咗頭腦。叫你哋影張好睇嘅相通知客人，你哋居然發咗張有意境嘅黑白相。睇呢個情況，你哋仲係趁呢7日假期去讀個攝影班進修一下啦。氣死老闆砍山拜系列，呢番接地氣嘅澄清，瞬間化解咗所有嘅猜測同傷感。網友亦從惋惜變成咗喊笑唔得，紛紛留言調侃員工太坑老闆啦，黑白相太有誤導性。黃宗澤又氣又無奈嘅樣子太真實啦。據悉呢場烏龍嘅起因十分簡單，員工本想通知客人4月1日起，餐廳將會進行7日內部裝修，但係誤選咗一張充滿告別感嘅黑白相，仲配上咗過於傷感嘅文案，最終引發咗呢場全網誤會。呢場烏龍風波唔單止令大家睇到咗黃宗澤幽默風趣嘅一面，更令人再次感受到咗佢對餐飲事業嘅熱愛同堅守。雖然經營過程中充滿坎坷，經歷咗疫情嘅重傷、差評嘅困擾，甚至因為一場文案誤會引發全網熱議，但黃宗澤從來都冇諗過放棄。正如佢喺訪談中坦言嘅咁，若同人有仇就勸佢做餐飲，實在太纏身。但自己鍾愛呢行，冇辦法，多年有賺有蝕，為興趣會繼續堅持。如今 Oystermine 結業嘅謠言已經澄清，餐廳即將迎來為期7日嘅內部裝修。相信經過升級改造後，呢間承載住黃宗澤13年心血嘅豪巴能夠煥發新嘅生機。而黃宗澤呢位好老闆，無論係喺熒幕上定係喺生活中，都用自己嘅堅持同擔當贏得咗大家嘅喜愛同尊重。
未來無論係繼續深耕演藝圈，定係用心打理自己嘅餐飲事業，相信佢都能夠交出滿意嘅答卷。亦期待經過裝修後嘅 Oyster Mine 能夠不負期待，迎來更好嘅發展，繼續陪伴大家走過更多歲月。